这是咱恭守上帝的话，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2章，咱要为第6节读到第11节吼。假设恁有早圣经会当掀开新约的部分226面。好，咱这时咱三甲来读，为第6节开始，请。伊本有上帝形象，我掠甲上帝平等做所接受的，反正摒空家己，使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形象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靠家己身体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所以，上帝高升伊极悬，想使伊迄个名划过2万的顶面，互伊若天伫地甲伫地下的，伊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有蒙亏败，无一个喙有心过，耶稣基督做主。来因光上帝。好，咱今仔真欢迎李传道伫咱的中间。伊今仔要对咱传讲的信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。咱下面的时间交予李传道。曾牧师、林牧师以及各位长老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总会的主日学奉献主日，嘛是咱中会的教育事工奉献主日。真欢喜会当代表中会来到后埔教会，甲大家请安。我本身嘛参与伫即个中会的教育部。伫教育部内底，大家应该常常应该拢是办即个儿童夏令营，但是咱嘛阁有教师的训练、教师的培训，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为着即个教育事工，无论是伫儿童还是伫教师，拢继续来奉献，继续来带导，好，即个教会每一个世代拢通互上帝来起造，做伙来起造上帝国伫即个北部、台北、新北市以及板桥即个地区，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对阮特别的恩典甲疼痛。拣调阮来成做你的囝儿。今仔日阮通自己伫你的圣殿，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甲救赎。主啊，阮知即个恩典真宝贵，所以阮爱更加坚信，伫即个世间活出上帝囝儿的款式。即个时刻，阮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领受你生命的话语，求你赐予智慧，互阮搁较侪来明白你的话语。嘛求信心做工伫阮的中间，互你的旨意成就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。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我相信大家若是听到即个教育应该大先都会想到，就是亲像学校啊、小学啊，还是国中迄寡，就是伫学校即种场合。但是，这个意思讲是迄个，咱若是对学校毕业进入社会，都已经脱离教育这项事啊吗？其实，迄个伫学校内底受到这种教育，迄是叫做制度化的教育，就是学生囡仔所接受这个有体制的这个系统。但是，教育这两字的定义真宽，一个人当伊咧接受大样的知识、技术以及社会经验，其实拢是受到教育的过程。简单来讲，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人，互伊有能力来这个社会会当来付出，会当来生存，嘛会当来贡献。另外，今仔日我所分享的题目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。这个基督中心的教育，简单来讲，嘛会使叫做基督教育、基督教教育。大家应该看到这 PPT， 这内底 PPT 是一个定义吼，真简单的定义，就是甲伊的名同款，是掠基督教信仰做教育工作的基础目标以及内容。
伊去上悬的权威就是即本咱所读的圣经吼。所以即个定义，通互咱来了解，基督教教育就是要培养上帝国的囝儿，培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每一位基督徒对决志受洗迄天就必须要接受的。毋是干那讲，我看到基督教教育就想到儿童主日儿童主日学，也是慕道友无拄来教会要上的迄款慕道班，迄个圣经的熟悉即个初阶班。其实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所领受即种主日礼拜，这嘛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部分。咱即摆会当对即个圣经来敲找一寡有关基督教教育的这圣经节。伫旧约圣经内底，是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9节，这是旧约内底上经典、上有代表是咧讲犹太人的教育。伊内底咧有包括4个部分，就是教导的目的、教师的本分、教育的内容，以及教导的场合。伫即个大先即个教导的目的，咱通对即个第2章看到，目的就是爱教因的子孙来敬畏耶和华，嘛接受伊一切的律例甲诫命。阁有第5节，是爱用你的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这是目的。第2个部分就是本分，教师的本分，以身作则。伫第3节，以色列人，你爱听，你爱谨守遵行，你爱谨守遵行，掠家己做模范。阁有专人的投入，就是教师本身，伊即个人，伊本身伊爱全部来投入即个教育的工作。这嘛是伫第5节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另外，教师嘛爱温困来教示，就是伫第7节即个温困教示恁的囝儿。内容呢真简单。迄个时阵旧约的时代，就是诫命、律例甲典章，这就是耶稣所吩咐的，因爱遵守的命令，这嘛是因教导的即个内容。这个场合毋是干那讲伫一个特殊的学校啊，还是伫外口，是伫坐伫厝内，行伫路上。倒咧起来，拢爱同伦，所以因的场合真阔，包括伫因厝内，拢是所有的行到倒，拢是因教导的即个场合。这是伫第7节的所在，所以咱就会当对申命记来知影，犹太人的教育是对厝内底开始。其实现在犹太人嘛是安尼咧教育因的囝儿。即个教育咧，对厝内底开始，嘛是对因的信仰是真有关系的。就是因不只是在乎，不只是看重即个囡仔，因伫迄个知识的成长，伊嘛真看重囡仔伫即个信仰甲连命的即个成长。所以这是对旧约内底看到的。即摆犹太人教育，大家应该会当去网络上面嘛敲找真侪资料。其实因即摆的父母嘛是一直咧做即款伫家庭内底教育的代志。但是大家应该拢是伫台湾成长的，应该拢真清楚台湾的迄种制度化教育的模式，就是老师一直讲，老师叨叨讲，学生就点点听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，嘛是对头拄仔申命记6章的所在，咱通看到，因是一直有一个互动，有一个双向互动的方式，就是父母甲囡仔是用对话来敲找答案，毋是干那讲父母摕一个讲义，内底有真侪律例，有一个摕圣经讲解说即个律例，毋是安尼，是因用对话的方式来做伙来敲找答案。这是犹太人教育的一个真特别的点。好，即摆咱人通对这个生育
伫新约圣经内底，耶稣伊道成肉体，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，伊本身伊就诚做一个上好的老师。耶稣本身就是咱上好的模范。伊来到世间，就是要传扬上帝国的价值观，伊阁亲身活出即个属天的价值观。所以耶稣的表现就是咱模范老师，咱每一个人拢爱学习的即个目标。伊愿意去理解伊学生的处境，伊嘛会掌握即个教育的时间，掌握即个分享的时间，阁会因地制宜，看即个对象无共款，就来讲无共款的事。这是耶稣真好的一个典范。所以伫耶稣最后所吩咐的即个大使命，马太福音28章19章19的即个大使命，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。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见若我所命令恁的，就教示因遵守。嘿，即个教导他们遵守，教训他们遵守，就是甲即个教育真有关系。就是耶稣毋是刚刚来即个世间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，伊阁爱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。毋敢若招万百姓，遮的人诚做门徒的人。拢会诚做教师，因为耶稣爱因去教训他们遵守所有的命令。所以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上重要的任务，毋是来教育，伊是来实践听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圣经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11节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11节，就是保罗伊引用伫初代教会中间一首真有名称赞基督的诗歌，通过这首诗歌来强调耶稣伊的道成肉体是伊自愿受到限制、自愿谦卑的行为。耶稣伊摒空家己，伊处奴仆的身份，这完全是出自伊的疼。这是伊完全的疼，这个疼甲救赎，这嘛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。今仔日当咱咧讲基督教教育的时阵，并毋是干那甲耶稣摕来做一个教材，讲耶稣的故事就好，是爱真正去实践基督的疼，遵喊甲学习耶稣自愿谦卑的款式，就亲像头拄献诗的即个诗歌，活出爱，活出疼，是一个耶稣来到即个世间上重要的任务，嘛是爱咱每一个人拢爱来学习的。所以，有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神学家，伊叫做彭米路，伊提出4个基督教教育一定爱有的元素。这4个一定要有的元素，会当互帮咱每一个人，帮咱每一个基督徒来了解咱所领受的教育，也是咱所教的这个教育，敢有符合上帝的心意。有这4个特点，会当互咱真清楚嘛，真紧来分辨讲一寡是虚假，倒一寡是这个虚假、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倒一寡较是合伫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第一个圣经的权威，就是伫16世纪宗教改革上重要的贡献。伊回归圣经了，圣经就是基督教信仰上悬的权威，任何无符合伫圣经的真理教导，拢是毋对的。基督教教育就是要抓圣经最准，照圣经的内容来教示。第二个是伝孝生的性命重生的必须吼。今仔日咱已经对这个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11节称赞基督的诗歌来明白，耶稣的疼甲救赎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。安尼，基督的救赎这个工作嘛，真清楚记载伫咱所读的使徒圣经信仰告白内底。就是一定是一个对世人国外做的赦免，即寡拢是真重要的基要真理。
第四个就是即个个人的，第三个就是基督的救赎，就是头拄仔我讲的，就是只要真理。第四个是个人的追求，就是每一个人呢，毋是干那来教会领受即个上帝的话语若定，是搁爱家己真清楚有一个动机，有追求即个甲上帝真实性命的动机。有即款动机，家己嘛爱付出真侪的时间。你伫平常时的生活，就是爱读圣经、祈祷甲灵修，这是个人的追求，毋是干那讲我甲责任就一担互牧师，我甲责任就是担互教会。我来遮我就是爱经历着上帝的疼，但是我离开教会了后，我出去教会了后，我就无我的代志。毋是，是人咱每一个人伫个人的生活内底，拢爱持守继续来追求的，这是个人的追求。所以整合这四个特点特点，咱就知影，咱所受的即种教育，毋是讲伫主日学，毋是讲伫神学院，毋是讲伫迄个特别专讲、迄个培灵会，才是基督教育。其实咱的每一工，咱生活的每一工，拢是基督教育，你拢咧接受基督教育，尤其是你咧读圣经的时阵，迄个读圣经灵修的时阵，这嘛是你咧接受基督教育的时阵。其实再有一个真趣味的例，就是咱通用即个学习第二外语，学习即个第二外语的方式来看基督教育，其实真相像，就是当咱伫即个台湾。要学习一个毋是台湾本地的一个语言，譬如讲日语，譬如讲英语。当咱咧学习语言的时阵，恁一定都会去找真好的老师，找补习班，也是去找真侪资源。找老师了后咧，老师教了真好，安尼转去厝内底咧，都无你的代志啊吗？毋是哦，因为学习一个语言上紧的方式，就是直接去迄个所在，就是我若是要学习英语，我就直接去美国，直接去迄个讲英语的国家，伫遐来找人来对话，生活伫遐的环境，这是上紧的方式。但是伫台湾，若是你无迄个环境，你爱学习英语，你就爱开搁较侪时间，伫你的厝内，你可能平常时你食饭的时阵，你就爱放一个听力的 FM， 就是迄个我袂记得迄个电台，就是一个讲英语的电台，就是你爱一直听ICRT 对，你就当你食饭煮菜的时阵，你就爱试这个 ICRT 一直听，就是大量的听力，搁找到机会就练习。你爱上紧的方式，有老师教过，就是爱用英语来写你的日记吼，就是你爱习惯去用这个语言。这是伫台湾，因为台湾无这个环境，咱爱家己更加来努力，自己来制造吼。这嘛亲像基督教育同款，基督教育嘛是安尼，因为耶稣伊道成肉体，伊来到世间，伊来传扬的这个福音甲价值观，毋是属伫世间的，是属伫上帝国的。除了耶稣本身，无人有接触过伊所传的这个上帝国。所以，咱活伫即个世间，所接触的、即个所有的物件，拢是符合伫即个世间的价值观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，无亲像耶稣，伊真清楚，伊知影上帝国的样相。但是，咱每一工呢，咱接触到即个东西，即个世间叫我爱大趁钱，即个世间叫我爱找好的工作，即个世间叫我爱努力打拼。这拢是即个社会的价值观，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对一个决志受洗迄天开始，咱的生命经历到天后生的迄天开始，就是一段装备的路程，就是一段装备的旅程了。一个基督徒，毋是干那我靠教会的牧者，毋是干那我靠你的小组长，也是主日老师的引带。搁爱靠家己下功夫练习与应用吼，靠家己更加真侪时间打拼来练习即个新的语言共款，就是练习上帝国的价值观，嘛是你会找真侪资源。即个时阵，
学习语言超找真侪资源的时阵，就代表咱伫即个信用中间，你爱找真侪机会来，毋是干那读圣经，搁爱伫即个你的身躯边找着一寡无论是基督徒的朋友，甲因开讲讨论上帝的话语了后，你嘛爱记录你家己每一天，毋是用英语写日记哦，是写即个感恩的日记、感恩的日记，互你的价值观调整，慢慢来调整，成做上帝国的价值观。这就是一个基督教育甲即个第二外语教学一寡真相像的所在。所以我一开始有讲到，基督教育就是咧培养上帝国的囝儿，培养耶稣的门徒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对决志受洗迄天就必须爱接受的。但是咱却常常就是只有即个儿童主日学、夏令营，还有神学院的课程，才是基督教育。我头拄有强调，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礼拜来到遮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以及咱每一天读上帝的话、联修祈祷，拢是接受基督教育，就是互上帝国的价值观慢慢来调整的即个过程。另外就是，咱每一个人有一天嘛会成做一个教导者。咱每一个人有一天嘛会成做一个教导者。你会感觉真奇怪无啊？我无要做主日学老师啊，我哪有机会通成做教导者？无啊，我无互上帝呼召成做牧者啊。为什么我有即个机会通教育别人有关上帝的代志，有关信仰的代志？因为咱是基督徒一定爱做一点。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。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。咱既然成做基督徒，既然成做耶稣的门徒，咱就是爱去传福音。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，其实这都是一个教育，你都是已经咧教育别人啊。因为你会用你的理解，你会用这个理解，甲别人解说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啊，什么是耶稣的道成肉体，啊，搁有一寡有关基督教的知识。其实，当你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你就是一位基督教育的教导者。所以，咱莫看到这个，我嘛是教导者哦，我压力真大呢，就来慢慢退缩。大家应该是感觉家己嘛是一个教导者的时阵，应该爱有一个使命感，对，安尼我爱受搁较好的装备，安尼我的价值观爱搁较来甲上帝来瓦根，这是真做一个基督徒，真做门徒，真做基督教育的教导者爱有的精神。另外，嘛有一寡我嘛常常会感觉讲，以前当我还未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我就会感觉讲，我教一个主日学，我来备课的时阵，一定真辛苦啊！有的主日学老师就会等候牧师娘讲，牧师娘你是牧师娘，你来教这个历代志下真困难的，这个较困难的课你来教。备课的时阵就会拄着即款问题，因为就会想讲，我阁无读过神学院，我阁无受装备，安尼我要安怎来教我的学生，教我的主日学学生？无，阁有一个，我敢若知影只要真理啊，我是安怎来解说三位一体的上帝？其实大家莫有真大的压力，因为就亲像犹太人的教育共款，因的爸母就是囡仔的教导者，因的爸母家己嘛无需要知影即个标准答案，就会当来教因的囡仔。所以，当咱真做一个基督教育的教导者的时阵，咱无一定爱有一个标准答案。咱会当做伙，甲你的学生、甲你的朋友做伙去敲找一个答案，所以我甲即句话送互大家，就是带着问题去接触世界。咱无一定爱真熬，
咱无一定爱真敖，咱无一定爱知影所有的代志，较通去诚做一个教育者。是只要你有一个超找一个答案的这个动机，只要你有一个好奇的心，你就会当诚做教导者，甲你的学生做伙去找问题，做伙去找答案。其实有一个真趣味的例，就是我有一届伫外口食火锅，我隔壁的一个我隔壁桌就坐一个小朋友甲伊的爸母，这个小朋友可能敢若小学低年级尔，伊就一直问伊的妈妈讲：“妈，这个瓦斯罐放伫你的太阳底下，敢会爆炸？”迄个妈妈就看伊的手机就讲：“会啊，无想要插这个小朋友。”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继续讲：“妈若是摕迄个消防栓伫太阳下面，敢会爆炸？电池咧，电池敢会爆炸？”伊就几啊个例，就是几啊个真相像的物件，伊就一直讲伊敢会爆炸，问即个真可爱的问题。然后咧，伊的妈妈甲伊的爸爸拢伫边啊，一直看手机啊，拢无想要甲伊回答。我就想讲，我就伫边啊食火锅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哦，伊的推理能力不错呢，伊的逻辑表达能力也很好呢。但是伊的爸母无想要甲伊做伙来敲找答案，这是真侪台湾的家庭拢会出现的画面。因为爸母上班真无闲啊，真忝啊，下班了后真忝甲囡仔咧食饭的时阵，拢嘛讲食饭莫废话啊，就是紧诶食的，紧诶去写功课。通常拢是安尼来对待因的囝儿，但是其实照着犹太人的教育的方式，姜菜即个爸母毋知影瓦斯罐放伫太阳底下敢会爆炸，姜菜伊毋知影即个正确的答案，但是伊嘛会继续用对话的方式，你哪会有即种想法？是因为你的自然课有教着，是因为自然课有讲着即有关的代志吗？就是会用对话的方式来互囡仔知影，爸母嘛要甲我做伙去敲找即个答案，爸母嘛会甲我做伙去探索即个世界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模式，就是嘛是会当摕来勉励大家基督徒，当咱参与伫即个基督教信仰的中间，信仰的内底，咱无一定爱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无一定因为信仰本身有真侪问题，其实无一个标准答案呢。咱会当对甲咱的囝做伙，还是甲咱的朋友做伙，还是甲你的兄弟姊妹做伙，去敲找一寡有关信仰的答案，伫大家生命的经历内底做伙去讨论。安尼我拄着即个状况，我是要安怎？安尼我拄着即个，我看圣经有即个问题，这个是要安怎解释？无一定爱问，当然上好是问牧师，但是问牧师了后，其实无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时阵，你会当家己来敲找即个答案，带着问题去接触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上帝即使咱真侪恩典，拢亲像一个礼物共款，米伫即个藏伫即个世间，互大家通去找找发掘很多有关上帝的道理，有关生命的恩典，有真侪的宝贵的物件，拢是伫即个世间。最后，咱阁一摆将即个眼光放伫耶稣基督，即位上伟大的教育者，伊已经为咱做了上好的模范。因为耶稣伊是甲文道生活做伙，伊用逐种的场合，甲比喻来传达上帝国的价值观。上重要的是，耶稣伊亲自活出上帝国的款式，就亲像父母的模范是囡仔上紧来学习的对象，实际行出来。较赢讲几百字、几千字的道理，所以咱就爱做伙来努力，做伙来打拼，互相来勉励，互大家伫即个世间，毋是干那看耶稣的故事、听耶稣的道理，那定是爱实际活出耶稣的听，就亲像咱今仔日所
今仔日所献的诗歌活出听共款。所以今仔日是教育时间纪念主日，虽然中华的教育部拢是咧办一寡儿童的夏令营，但是其实教育部阁有办真济是迄个教师的训练。参加即个教师的训练，毋是敢若只有主日学老师才通来参加。只要你有心来受装备，有心来受到即个磨练，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，拢通来参加即个教师的训练会。因为咱爱做伙起造的，毋是敢若咱所徛起的教会，阁有即个世代，即个上帝国，是一个普世的上帝国。所以期待大家做伙互相勉励，做伙成做基督教教育的教师，做伙成做基督教教育的教导者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落你的独生圣子来到这个世间，成做阮上好的老师。耶稣的谦卑屈家，成做奴仆，存心到是一个顶的顺服，是完全的听。虽然阮无法度亲像耶稣同款，为着全人类的救赎来牺牲，但是阮通尊趁耶稣的款式，学习耶稣自愿谦卑的行为，伫阮的生活中间实践基督的听，活出听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来塑造阮每一个人，成做合你心意的温度，顺服伫基督中心的教育。不断受装备来成做基督教教育的教师，上时嘛用听来实践信仰，严根你的名。嘛求主赐福伫后埔教会，阮要伫即个社区发挥影响力，兴起福音，互搁较侪人来得到主你永远外的毋望。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